喺11月初嘅時候咧，呢個日本首相新官上任，呢個高市早苗係第一個女首相。咁咧佢就講咗一番好震撼全球嘅言論，就係呢個台灣有事論。其實台灣有事論咧，其實佢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可以動用佢嘅自衛隊，如果台灣係有一個台海嘅戰事，佢係可以參與。因為一直咧喺國際社會咧都係講緊一中立場，甚至日本都係承認一中立場，並不模糊嘅。咁點解佢突然間話喂，如果台灣有事，日本有事呢？其實佢講呢番言論呢，佢係講緊日本有機會係存亡之際。日本存亡之際即係咩啊？喂，佢可以動用佢嘅軍隊，然之後參與呢場戰事。其實呢一番言論呢，係絕對極右極鷹派嘅一番言論。咁當然啦，有人話佢係一個日本鐵娘子啦。咁但係究竟呢一番言論嘅背後究竟係乜嘢邏輯呢？咁但係咧講做生意啦。咁如果你係一個國家元首，你係做緊一盤生意嘅時候，喂，中國係你最大嘅客喎。中國係你最大嘅供應商喎，一年係講緊有成差唔多700萬人去你嘅國家度旅遊喎，講緊個消費以百億計喎。你諗下，喂，你點會得罪你嘅供應商，亦都得罪你最大嘅買家呢？你諗下喎，中國同日本嘅貿易係講緊有2000億，係講緊美金喎，2000億美金喎，係咪？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數。你估佢有冇預知到中國會有反制呢？好啦，咁中國嘅反制，我認為亦都相當聰明啦，因為佢其實講緊係只係鼓勵中國嘅人民唔好去日本旅遊，佢唔係限制喎，佢係鼓勵啫喎。咁當然啦，我哋中國亦都相當團結啦，哇，好多團都取消晒，甚至咧其實真係真正咧影響緊日本嘅旅遊經濟。咁我最反感嘅一樣嘢咧就係咧，佢話哇，而家日本嘅東京即係話甚至大阪嗰啲咁嘅車站少咗好多人。其實咧，我哋當時咧 Covid 嘅時候咧，我哋香港一樣嘅，我哋冇晒啲遊客啊，即係個社會一片寧靜。而家咪受晒咯，係咪啊？即係而家開咗關之後，其實我哋啲旅客都少咗好多，個街道靜咗，其實係有問題嘅，大佬係一個整個社會嘅經濟嘅命脈嚟㗎嘛。即係你話旅遊業佔咗 GDP 唔係好多，但係喂，其實你講緊嗰一樣嘢係真係影響緊民生㗎嘛。好啦，講翻高市早苗啦，咁佢喂營運一間公司，點解佢得罪佢最大嘅供應商同買家咧？即係喺我嘅意見，其實美國咧係有機會首肯咗佢講呢一番言論，而當然啦，個主導權喺佢手上。究竟佢講唔講呢？咁而其實係試緊中國嘅底線，而呢個底線咧，其實咧一觸碰嘅時候咧，中國咧嘅反制咧，其實係好正常，亦都好合理。而高市早苗咧，其實喺佢嘅內閣嘅支持度咧係不跌反升，係而家去到70% 嘅支持度。而最大鑊嘅係咩咧？我哋睇翻歷史咧，1931年滿洲事件到盧溝橋事變，其實日本嘅套路都係講咩？